线上去注册下载 App 送500台南币之外，那另外也可以每日去签到，还有配合一些问卷的调查我们还有结合绿色印具，或者是说到实体店使用 App 来支付的话，这个也会有一些台南币的赠送，所以台南币的管道非常的多。其实呢，一个智慧城市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在数据的部分。那我们有这个台南币，其实我们可以累积很多消费行为的数据。经过分析之后，这些数据呢，其实还可以给一些商家业者，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消费者。一开始就把这个货币设定为希望能够全台湾使用，甚至是跨境使用。所以我们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县市的场域，都找了潜在的合作厂商。希望台南币能够推广出去到全台湾各地。那么同时，我们找了日本的一个商圈跟日本的青商会，他们也很乐于见到台南市的市民或者是观光客拿着台南币到他们的商圈去消费。那我们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计划跟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立刻签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听过虚拟货币吗？为了要迎接未来新的消费形态与模式，虚拟货币是现今非常夯的话题。台南市政府在经济部工业局的计划及厂商合作的努力下，催生了台南币。在台南币的应用平台上，可使用台南币来兑换或是折抵商城的消费，而且这个平台还首度跨国到日本。将来疫情过后到日本旅游，也能在特定商圈使用台南币哦。市民朋友可透过骑乘 T-Bike、B-Bike 或是填写问卷等方式来获取台南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赵副市长怎么说吧。这次这个台南币的计划其实是一个前瞻性的计划哈，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执行，像说我们有做了市民卡，然后也做了有一些的这个 T-Bike。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留存下来，变成是一个行动可以转换的货币？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尖端的科技，像区块链的部分。那区块链就是说我锁住了某一些契约，那这些契约可以让你在公共服务上面可以去做转换。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计划里面一个比较成功的前导型的一个智慧科技上面的应用。我们这一次跨国的部分来作为一个台南币的先导计划，不管是说它导入的实务性质上面的推动，或者是说在科技面上面的一些交换，那个都算是在工业局里面这一次所谓我们将来要推动的这种无现金的支付这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前瞻或者是说一个示范型的一个计划，算是非常成功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1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港务部门的业务报告加质询，其中针对公66艺术创意主题工程，因为甲321艺术聚落以及台南转运站小隔壁，原本预定7月完成，不过到现在却也未开放，引起议员陈怡丁的关心。议员陈怡丁表示，民众期待真久的北区公66艺术创意主题公园，以及和顺里活动中心边的公园改造，配合海岸路沿线的林荫道工程。虽然两项的工程拢已经接近完工，不过完工的日期却一拖再拖。原本预定7月，现在拖到10月。对此，工务局回应会一步一步先开放周边的步道。公园的内部预计11、2月才会用完成。在这个时阵，10月份了，这个公园还是封闭着哈，附近的民众都无法度使用。到底这个公园什么时候可以做好来开放，让附近的民众来使用？我们也是估计大概11月底会完工了。11月底。10月啊，那假如安全没问题，10月底。好，应该是10月底啦，哈，这个所在我想做真久的时间，咱就一点10月份啦，哈，咱希望讲较紧的，所以10月底个剩10多天而已，确定可以让大家使用哈。我们会赶工。赶工，我问一下范科长，范科长 OK 吗？这个地方
和顺里活动中心旁边这个公园。公园的部分、步道的部分可以，但是沙坑跟水龙头的部分，可能我们暂时会还是先封闭啊。所以会把这个围篱拆开，然后让民众可以使用，可以来沙坑步行。跟你们再慢慢的收尾，慢慢再弄是。哦，就是内部的这个沙坑那些游乐的部分，慢慢的来处理，但是步道可以先开放，让民众可以来运动。是。好，那整个完成什么时候？大概12月中旬左右。12月中旬，整个公园包括沙坑都可以完成使用。包含路面那些都会完成。另外，为解决公园路甲中营路口容易积水的问题，市府原本预计要施作7高的分流工程，不过到现在发包8间拢标袂出去。议员陈义鼎要求市府应该增加经费，希望工程会用早日来施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有关特色公园甲地下停车场，虽然市府目前有几个案正伫兴建，不过伫花向联系方面，包括校园游乐设施是毋是会当融入共融式游乐设施，以及公园的偏见是毋是嘛爱考量停车的问题，要求工务局爱甲教育以及交通等单位加做一寡沟通。目前，包括水皮运公园甲文化中心后面，拢正咧兴建地下停车场。虽然这拢是伫个主体工程完成以后，考量日后停车的问题，才来施作的建设。不过，议员柯志春认为，伫个市府的工程施作时，可是各局处为主，欠缺方向的沟通。亲像工务局伫个开辟公园的时，是毋是应该考量停车的问题，兴建停车场？你毋是将停车的问题来撒给交通局？在开辟公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跨级式规划进去，或是我们交通局他没有提出来之后，我们在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把市民为中心，可能容纳的他们的生活圈里面、生活经里面，我们怎么把它规划去？我们不要只各自为政。我开辟公园，我就是春桂公园，这是游乐设施，就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在整个本土我们的一个公务部门的建设里面缺乏的，就是这种本位主义，不是错，但是本位主义未来我们就是公务部门会重复花了很多钱。同款的问题还有特色公园，议员刘维英宜兰市虽然有几座特色公园的开发，不过伫个开发的时，一寡校园的游乐设施是毋是嘛用融入去共融式？希望工务局甲教育局会用多做沟通。现在的这个国小很多地方，其实国小跟幼稚园其实它是拆除游具的，它为了要用新的这个游具符合更安全的规定。那是不是在这个衔接的期间，是不是您也应该跟这个教育局其实是共同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在国小的部分，其实让他们的新游具也有融入一些特色游具的一个概念，然后不是那种比较传统式的这个罐头游具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局长是不是有曾经这个跟教育局讨论过？国小当然是教育局，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共同努力的。假如他们其实我们还是委托设计，那最主要是审查的人员最好还是有一些专家学者来做这个选择。另外，有关水利局的外包工程，因为最近小连续传出2件公安意外，议员王家珍要求水利局要严格来监督。若无外包出问题，责任也是算伫个市府的身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上主青甲三冠龙有线电视主办的 Home Plus 电影同乐会，17号最后一场伫个南美里活动中心登场。会中特别邀请美善基金会早疗儿童、智青甲家属做伙看电影，并且安排媒体试读等有奖征答，场面热烈温馨。有线电视今年最后一场爱在社区电影同乐会中，中西区里长联谊会会长陈建国、南美里长詹兆兴以及美善基金会执行长吴道元神父等贵宾拢到场，对着有线电视先进企业回馈的精神表达高度肯定。你睇下三冠有线电视是阮在地企业嘛吼，那阮较早拢是办即个卡拉 OK 来甲咱。在地社区的民众来做这个活动。那今年呢，阮想讲换一个无同款的方式，阮来办一个电影院，会当互咱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跟公司这边一起来分享
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大家透过电影来同乐。所以其实大家感谢咱在座所有的人，对公司大家长期的支持啊，对公司长期的爱护，这是非常的难得啊。过去咧，咱三观农双主车算咱在地企业啊，对咱的在地这个文化甲这个娱乐甲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咧，拢非常的支持。咱今仔日的下暗会当安尼，大家做伙娱乐，做伙来欣赏咱真好的这个电影。我相信咧，咱双主车甲咱三观农的，伫咱地方咧，互大家拢印象有较好。希望咧，咱大家拢会当甲支持在地企业。根据了解，南美里活动中心进前是实践场，嘛是电影戏院，所以多年以后，搁再播送电影，特别有意义，使人回忆。现场嘛要请美善基金会早疗儿童甲侪知青家属做伙来参加。对来讲，要对外参加活动本来就无简单，所以受邀请大家拢相当欢喜，嘛真珍惜。贵公司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我在这里说一个衷心的一个谢谢。因为这个我们觉得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朋友一个星期六晚上有这个机会，可以放松，可以欣赏一个好电影。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代表我们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今年庆祝10周年庆，我们代表这个美善基金会向贵公司说谢谢。Home Plus 电影同乐会主办单位嘛特别订购由社团体所制作点心，佮可口可乐赞助饮料，免费予大家享用。同时活动中嘛安排供应冰的宣导、媒体试读、有奖竞答、加写好评、抽奖品。没有民众除了看电影以外，也佮好礼炸回去，场面温馨热烈。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109年联合婚礼10月31号将伫基美博物馆举行，市府民政局17号特别举办新人说明会，会中也邀请家庭教育中心进行夫妻相处的讲座，希望参加的新人未来生活会当更加圆满顺利。相信大部分想要结婚的新人，拢会希望伫上水的场地来举办典礼，留下美好的回忆。其中基美博物馆也是真侪人喜爱的所在。所以台南市的联合婚礼，这几年选伫基美博物馆来办理，持续吸引了新人来参加。虽然今年初因为疫情，所以烦恼会影响到报名，但是伫政府的控制之下，最后报名的新人甚至比去年更较侪。我们今年的话，109年台南市办的联合婚礼，在早期，因为我们上半年度的话，新冠肺炎这个 COVID-19 这部分的话，其实大家还蛮担心的。那反而的话，因为今年的部分上半年可能是因为 COVID-19 的影响，所以说新人的话在办理婚礼方面，可能就是说办理就是说宴客方面，或者说比较公开性反而比较少。所以说的话，在今年的话，我们在109年的就是说报名对数里面，跟去年相比较起来的话，反而是略微增加一两对。所以说，显然就是说，刚好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政府在 COVID-19 这边的话，也就是说，控制的还不错，大家都蛮配合的。所以说，在今年的年底这部分的话，反而就是说，新人对这个区块的话，就是说报名的话，就是说还是蛮接受的。为了让参与的民众会使更加了解东港活动的流程，民政局也特别伫17号上午举办说明会，会中也安排了家庭教育中心举办夫妻相处的讲座。这届来参与的新人有来自全台湾各地，也有爱情长跑几啊年等等各种无同的状况。但是每一对新人拢非常期待活动的东港。对，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就简单，那我又想要一个公开的仪式，然后又觉得奇美博物馆这地方蛮美的。然后今年因为有我们一直有想说，应该是今年要把它做一个完美的圆满的决定，所以心里就会想说，我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就会去特别说他的报名时间。所以我周遭亲友都觉得，他们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活动，那刚好我有参与，这样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又刚好是台南人，就想说就是来。就是参加一下，就还蛮特别的因为奇美博物馆在台南也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景点，对。因为前年我们刚好
刚好去奇美博物馆，结果刚好碰上前年那时候刚好在举办婚礼，对，所以那次看完就觉得感觉还不错，对。今年的主题定做2020爱恋台南，将会以着红色系为主，将联合婚礼打造成为一个热烈滚滚、喜气洋洋的氛围。将会伫10月31号基美博物馆来登场，也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为新人献上祝福。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风风火，树头飞。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文化观光伴手礼产业发展协会合办的第1届台南伴手礼文创美食购物节，17号伫海岸路老乐登场，现场有各式各样的美食甲伴手，市长嘛亲身出席，向民众来推荐台南各种的好物件。第1届台南伴手礼美食购物节第17日登场，主办单位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文化观光伴手礼产业发展协会特别选定伫咧海岸路风街举办。活动当天虽然路着小雨，但现场各种好食好耍的单位，互民众游行不减，继续踅继续买。虽然下一点小雨，但是气温都变得凉爽不少。但是买购物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你说对不对啊？对。看到没有？一来消暑，3倍券都在这边了啊！200块一个号码，同学，等一下去买东西好不好？对，那个如果抽中房子，就可以好好的这个在那边住在南科科学园区旁边，你说好不好？好。如果没有，如果抽到车就可以开车上学，好不好？这次的活动也是台南市伴手礼协会成立9年以来首次办理的大型活动。该会理事长戴永明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会当带动周边商圈以及伴手礼店家业绩发展。这个区域短短的60米而已，它有3个商圈：幽静咯、中正银座商圈、海岸咯、海岸商圈、友爱街、国华友爱商圈。是不是给我拍条图啊？感谢这3个商圈邀阮伴手礼，做伙拍拼，把这活动办到这么圆满。顶半年又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店家业绩也拢闷了真久。现在伫疫情趋缓之后，市府甲协会合作举办展销的活动，这互参加业者大大肯定。疫情的关系，所以前半年大家都闷在家里很久。那后半年呢，我觉得像市政府跟台南伴手礼协会办这一场活动，其实也可以活络大家，就是一些商家，大家出来都可以。算是比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样因为闷太久了，对，那也让台南市还有包含外县市的民众都能够知道说，台南伴手礼特别的在哪里。这一次活动然后可以带动商圈的活跃，然后增加台南的那个经济脉动像我们的那个店家这样子出来，大家可以跟那个民众可以一起这样子吃喝玩乐的。然后也增加能见度，然后帮品牌打一下知名度。非常感谢市长还有经发局这一次办的活动。协会理事长戴永明表示，这次的活动和台南的伴手礼、美食以及文创业者有了一届宣传的好机会，嘛希望个人会当多多来到台南佚佗、买伴手、吃美食。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将军区出产的绿芦笋，品质甲产量拢是1.1，受到市场欢迎。将军农会阁进一步开发芦笋的相关食品。
而且佮甲成功大学合作研发出芦笋保养品以及沐浴露。市长嘛特别出席新品发表会，佮亲身体验将军农会新开发的绿芦笋保养品。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卤水的一个精华液，那我们直接用仪器，这是生物跟科技结合起来，直接导入到我们皮肤，当然是分子细渗透吸收哈。由景星生技公司王丽婷老师使用美容科技产品，将精华液轻轻抹在市场黄伟提面上。而这款保养品就是使用将军区生产的芦笋所提炼出来精华所制成，不但成分天然，而且还有台南2间国立大学的研究成果得到黄市长的推荐。因为这个第一个它没有含那个没有含化学的成分，第二个是纯这个天然的材料哦，那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因为有时候坊间的化妆品或保养品，它写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一般消费者都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成分是什么。好，第三个我们有成大还有台南大学好的整个技术的指导，啊，那有农民辛苦的这个芦笋种出来的芦笋，而且它是用它的周边的下脚料，也是对环境友善、对大地友善，所以我觉得这是多赢了，创造环境也赢，农民也赢，他们的那个收入会增加，农会也赢，他们的通路打开，然后市府我相信也赢，因为我们把整个的农业经济要导向另一个方向。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以及景星生技，嘛伫现场设置美容体验，甲农会家政班成员分享美容的技巧。景星生技呢，在我们创新育成中心里面是一个新的企业，那我们主要是在辅导它一个相关的一些行销通路的一些辅导。那本身景星生技呢，它除了在贩售一些生技产品之外，那也有做一些妇女创业的一些活动。那今天也很荣幸呢，跟将军区一个农会合作，那进行一个绿金炉的一个精华液的一个推广。我们将军区的家政班，他要学第二专长，从体验，像我们现在去体验之后呢，他还学第二专长的概念哈，他想学一个家庭式的一个护肤，然后到我们的一个行销通路里面。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家政班在这个部分哈，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那让我们将军区的农会在这个行销的部分，我们金星生技公司跟我们将军已经做一个跨业的一个通路行销，那也以及创新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技术的护肤的一个流程。那不只是有一个行销而已，我们还要创新一个技术，更创新我们的行销，在技术行销里面做一个加强。将军区农会总干事吴明成指出，为了让芦笋产业更加稳定发展，除了清化甲各通路合作以外，更希望透过产品的开发甲长持，强化将军区芦笋产业竞争力以及附加价值。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迎接重阳节，安平王城社区伫里长黄锦新规划之下，加上乐活基金会协助，18号举办一场重阳节活动，透过贝壳卡片的制作，甲精彩社区团体表演，互参加民众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日。伫社区长辈热情的表演后，为即届的活动揭开序幕。安平的王城社区为了让社区的长辈会使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特别规划了一场精彩的庆祝活动。现场会邀请意在各校的学生来进行精彩的演出。即届的活动也以着贝壳为主题，让长辈甲小朋友做伙制作贝壳的卡片，也象征了王城社区的传统传承。今仔日吼，办这个乐活，看王城里的迄个活动吼。因为王城是台湾的开始啊，尤其这个贝壳吼，对阮细汉是小时候很好的回忆啊。因为过去阿公阿嬷有当去海边啊捡这个贝壳，会当做一个首饰创啥，啊今仔佫会当接到这个乐活的帮忙，大家来做这个活动哦。有当看到这长辈时代带这个孙仔，安尼真融合融洽，会当佫互社区更加融合。会中也有乐活基金会志工所安排的单位，因准备了闯关游戏，搭配相关的讲座，互大人囡仔拢耍啊非常的欢喜，同时学习健康乐活的知识。基金会也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互社区的长辈头壳甲双手拢动起来，落实长照2.0侵入社区。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王城里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乐活基金会呢，一直都是为了服务
弱势的民众，然后呢，尤其是比较失智的老人或者是独居的老人。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社区的力量，要招募一些失智友善天使，未来也能够让整个的社区更融合，然后结合更多的社里。联合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在台南的各区可以这样的执行，希望能够让老人会当袂遐尔无伴，啊囡仔呢会当和老人做伙，会当过啊愈快乐，更和谐的家庭生活这样子。基金会期待透过因的协助，互更较侪社工进入各个社区，甲长辈来互动，帮助整个社会对长辈有更加完善的照护，也期待有更较侪社区会使甲因来合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9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